新疆年头爱注意安全哦。来看台北市有一台这双层的观光巴士，昨暗头仔经过忠孝东路五段和基隆路路口的时阵，和一台奥多拜相压，害这奥多拜烧在后壁22岁查某乘客，伊的倒脚后巴士的车链底掉的粉碎性骨折。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，若准是巴士的唔对，会依法开罚。业者也讲有派人去甲因看，而且有送慰问金。若准是司机唔对，因会担其责任。行车记录器翕到台北市双层观光巴士甲奥多拜发生相同的情形。这伫澳洲女乘客倒地涂骹了，脚互巴士的链仔地掉的。巴士的司机赶紧落车看，也赶紧报警。经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使用破坏器材甲链仔卷起来，甲这个女子送去病急救。因那代志发生迄当阵，双层巴士内面有25位乘客，大家拢惊到。尾下巴士业者也派车来载人。代志经过是正月初二下昼要4点多的时阵，伫咧我一群市政府站的忠孝东路5段加贵人路的相车路口，这台观光巴士本来是要直直向前经过路口，边仔一台奥多拜是46个姓刘的查甫人骑车，伊载因22岁查某囝停伫咧要驶正边的弯道的这个车道，敢若是青灯了。这台奥多拜先停掉的，互行路人要过，伊向道边甲车身小可刷叮当，就甲双层巴士去围掉，并且影响到头前的奥多拜。驾驶及乘客送北医救治，目前无生命危险，三方驾驶均正常，亦无酒驾情事，肇事责任待厘清。3位驾驶经过酒测材料拢是零，只个那姓刘的驾驶因查某囝道边的脚有切断去，伤势较严重。台北市公运处讲，目前一个等待警方调查车祸的原因甲责任。若是确定是司机的疏失，会依照公路法罚9000到9万块。即刻的送鉴定委员会，只要认定是业者和驾驶的责任，我们一定依照公律法相关的规定来开罚。我们这位驾驶员他是前2天都是在休息，如果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会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。业者表示，司机是正常出勤，并无超时或者是疲劳驾驶，已经派人去探视受伤的人，并且给因慰问金。再来将会配合调查代志的责任，负相关的责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